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係4月23號星期二，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46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3657萬。咁由於上一期嘅頭獎係有人中，所以係冇累積多部獎金，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54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就係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咁佢哋分別有林志傑醫生 BBS MHSB 聖 John 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明德兒童體育中心主席何志慧女士，歡迎晒兩位，一齊了解下受惠機構。明德兒童體育中心成立超過40年，致力為本港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兒童提供英語同埋粵語嘅早期介入服務。受惠對象係不同種族嘅華語同埋非華語兒童。中心按住兒童嘅個別需要，制定合適嘅教育服務，包括評估小組課程、言語治療、感覺統合訓練等等，亦都提供家庭輔導、學校支援同埋兒童發展訓練。中心經費主要係嚟自社署同埋學費，其餘呢就係各界捐款。北角中心由社署資助，而炮台山中心提供係自費服務㗎。咁詳情請瀏覽中心嘅網頁，或者係致電28496138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去開始第46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7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37。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5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5。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6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6。第四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7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27。第五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6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6。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7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47。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24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24。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搞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5號、6號、16號、27號、37號、47號，而特別號碼係24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六合彩結果，即係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包括係有林志傑醫生 BBS MHSB 聖 John 太平紳士，以及咧就係何志慧女士㗎。喺度多謝晒兩位，喺度提大家啦。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喺度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